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在金门的陆军上校去向中共批授去，搁在签导航书，目前已经去向羁押，检方也要求判断刑就要关12年。这拜六特别选举咯，这投票所设的防疫通道是要互发烧的民众使用，指挥官强调，不是互确诊者来用的。在印尼发生5.6个大地震，上无有250多人死亡，到目前为止也未传出着台湾人来伤亡代志。人讲食娘心肝火，望见爸母因，这内心通过鬼饲鸟子加布袋。陆军部分部有一名上校去互金门一个捌做过记者的女性业者买手机，以逐个月4万块的代价，也向中国提供国军的军官证书，而且还有亲笔字写导航承诺书。检调接到检举了后，已经介入调查，这2个人会向羁押。高雄检方今仔日依照贪污等罪嫌，甲这个上校起诉，也要求法院就要甲伊判互伊等。白纸黑字写支持两岸统一，若发生战争会为祖国效力。穿军衫甲承诺书斗阵翕相，国军传出互强谍渗透，陆军部分部这现向的上校，好亲像互中国收买。检调伫9月为部分部查找这上校进行调查。曾经担任过记者以及旅行社负责人的邵姓男子，那遭中共的情治机构所吸收，从105年起就开始接近这位向姓军官，不法收贿，从事通敌叛国行为，强烈打击民心士气，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请从重处刑，并宣告褫夺公权及没收犯罪所得。至于国军所向中国导航，互检方以贪污等罪嫌起诉，各求处10年徒刑。现向的上校是互金门一个捌做过记者、旅行业者姓邵查甫人游说，以每个月4万块旅行费提供特定国军军官资讯。目前2人拢已经羁押，检调调查是不是还有其他国军涉及。已经针对内部具有伪藏征候的人员实施深度的考核。那么未来也会持续的强化官兵反情报教育，并且跟国安单位密切协作，共同反制中共渗透搜情。国防部强调会落实保防教育，暗过作为前线的金门，7月汉光演习时阵才操演过，反电路作战是要到当地所有人早就被中国政治单位吸收，协助收买国军搞合一大选特别教会加上，这几年两岸关系紧张，这强谍案也搁牵动两岸民间神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尼第发生规模5.6个浅层地震，目前上无有252个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伫咧搜救，恐惊这伤亡人数会搁再增加。另外，台湾驻印尼的经济部一代表处也回报消息，讲目前无台湾人受伤。位伫正阳的西爪瓦省西安约镇4月拢时庄仔厝遐，当地时间2下昼1点21分发生规模5.6个地震。一日天崩地裂，连伫75公里远的雅加达市区拢感受到厉害。这场深度只有10公里的浅层地震，随即引起土石崩起，崩落的土石连人参厝同齐冲洗，长50公尺的道路拢总台伫石头堆下面。根据印尼国家灾难应变中心调查，大概2200栋厝倒去，13000多人无所在通住，社区电力中断，道路桥梁拢断去，大型救援机区真歹进入。有民众用手握出红活台加钱，想到袂当走出来的亲人，忍不住哭出来。大批受伤的灾民涌入病院，断电加上受伤的人伤济，第一时间真歹救治。病院将受伤的人安置伫停车场的路旁，灾民为着火把度过惊吓的一暝。走出来拍天仔，想起大地震来的时阵，也阁真惊吓。这场地震发生伫过头了后，不少也留伫学校的学生，因为袂赴走，互倒去的校舍底吊杀死亡。灾区现场也阁留有课本甲教学物品。40多岁居民查努丁记到身边倒去的厝的残骸讲，家庭甲亲戚的厝弄倒了了。地震发生到今仔，也阁有6个家族成员下落不明。利益最近发生了后，也伴随达到117摆大细地震尾。当地政府伫2日2时动员警力加入搜救，怪手车队也协助开路，希望赶紧抢救更较侪受困民众。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第一年西爪哇省发生规模5.6个地震，这伤亡真严重。有专家分析讲，这场地震是断层带引起的地震，虽然这震度无大，不过这比较较浅，加上当地建筑物结构不好，但骨折，才造成这么严重死伤。强烈地震了后，西爪哇省部分所在通讯断去，停水停电，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希望可较侪生还机会。地质学者分析，当地是两个板块交界音乐带，原本就是地震真济所在。这摆震央伫破碎的断层带顶悬，地震规模无算大，不过属于浅层地震，地表震度大，加上当地建物坪少、人潮济，阁是人济所在，才造成严重伤亡。他那个印尼一看，那房子它没有很多墙，它其实很多柱子，那很多大窗户，所以这种结构就不好，所以它这种伤亡会那么大，我想跟它的结构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学者分析，地震造成伤亡90%以上拢是建物结构倒去地势。在台湾91了后，因为有新的安全系数规范，影响规模7个地震。不过全台人口上济上北地区，目前台北市有20多万栋，新北市有19万多栋，徛在防灾立场，真需要补强或者是定期。印尼房子，它那个房子没有老旧，只是因为它结构不好。那其实那种结构不好的房子，相对台湾也非常多。不然这些房子来讲，碰到规模6点多的房子，大概都全毁。伊提醒全球科技拢无法度有地震，今年用防灾角度来预防，比如人口较济，大部分地下边有3卡断层，若发生大地震，本地效应造成地震破坏放大，有时间变长，可造成伤亡。呼吁政府积极进行老旧的厝体检补强，或者是定期同时建立地震速报系统，将灾害信息用直接传达给民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8150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也有38个。也因为这礼拜六就是要来投票咯，全国大约有5万到7万个确诊者是无当出门投票的。指挥官王必胜是搁再强调，确诊本地就袂当出门，也提这南韩大选做例，讲南韩大选就是一个失败案例。另外，26东港的投票所有设防疫专用的通道，是提供予发烧或者是有出现呼吸道症头的民众来使用，唔是予确诊者使用的，是因为确诊本地就袂当出门，请民众唔通乱想乱用。新冠本土疫情慢慢转好，截至增加18150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2降2%。中重症有66例，38例死亡，其中较少年死亡个案是20多岁男性，有先天疾病，捌做过4剂疫苗。伊10月底发病确诊，因为肺炎乱移，不过1礼拜以后依然不敌死亡。住院的时候是有诊断为肺炎那经过这个住院的照顾当中，不幸因为并发呼吸衰竭的关系于11月4号过世。另外，拜六就是到合意大选投票，全国差不多5到7万个确诊者无法度出门投票。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阁表示，确诊者本来就免出外，当然也免投票。以韩国为例，韩国予确诊者出门投票，最后发生混合排队，都是一个失败案例。没有确诊者迟到，那这个确诊者早到，那排队，然后后来变成混合投票，甚至有病人这个晕倒，还有交通不便这些问题。王必胜强调，中选会治疗伫各投票所会设防疫专用通道甲遮平，是提供予迄一天出门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民众使用，毋是提供予新冠确诊者使用。希望外界莫摸唔着戏，公卫专家提醒民众，迄一天有接触选票以那遮物件，投完票了后，爱赶紧洗手，就应将染疫风险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对于阴暗开始受到东北季风，也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北台湾天气无讲介稳定。拜3到拜5，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局表示，这拜6投票日迄天呢，水气会减少，全北部、东半部有落雨机会，其他地区天气是真稳定。北台湾高温出日头的天气形态，只剩后半天。拜日暗起，方面接近北部甲东北部都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拜3起，东北季风增强，北部高温一困下降6度，伴随华南云雨下东雪，全台拢转为有雨的无稳定天气。封面
面接近，在明天通过以后，东北季风增强，加上我们刚刚说华南雨区东移的关系，其实各地降雨几率都明显的升高。而星期3到星期5这段时间，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气象局提醒，拜3到拜6，全台天气拢受东北季风加华南风雨区东线的影响，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偏乌金门马祖也拢会有局部短暂雨。气象专家提醒，拜6投票日迄天，虽然气温有淡薄回升，也毋过目前观察也是有落雨机会。投票即天的天气即摆看起来，除了讲咱的高雄南边甲屏东遮较好天以外，其他的所在看起来拢有落雨，特别注意就是讲咱新竹以南甲台中。这附近这雨可能会较大一直到礼拜日，东北季风减弱，北台湾的高温将会回到25度以上，中南部高温会到30度。专家提醒，一礼拜内天气多变，民众外出爱在雨区注意温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台北市长的选战，哪里继续伫咧一表变成这个议题滚架？民进党的陈时中是讲韩国有去买疫苗去互骗去，国民党蒋万安也批评讲，根本是陈时中伫咧主动买疫苗。陈时中也回应蒋万安唔通搁再乱骂咯。啊那台北市政府本地想要家己买疫苗，敢有当着这变成啊咧？黄珊珊表示，当初所接触的拢是关切。台北选战继续为疫苗变成啊议题争论，民进党陈时中以韩国买疫苗互人骗来做例，讲企业界可能互骗，拢互政府主导。不过国民党蒋万安讲台湾甲韩国的状况无同，佮批评陈时中是万般阻碍。陈时中日佮反击，讲蒋万安黑白妹。韩国的例子跟台湾完全不同，台湾根本没有依照国际商务的规范去采买疫苗。结果陈时中你在过程百般的阻挠，薛仁你反过来指控这些民间团体是疫苗掮客。蒋委这边不断就是欧北到欧北妹啊，那好，这不是一个正常。我一再讲，如果是指的是购买疫苗的事情，我们非常感谢各个民间团体，大家努力都要替台湾做一点事情。台北市府进前捌变预算，想要家己买疫苗，敢有拄到变线啊？黄珊珊表示，市府拢是直接接触原厂。另外，根据台北市选委会公告，这届台北市长选举人数有202万6769人，是比顶一届减13万人，有45000人头一届投票，候选人也要抢占这个选票。今年有18岁公民权，其实很多现在年轻人都已经表态。我刚刚在菜市场就有一大堆是年轻的儿子叫他妈妈要投给我们，大家相信年轻人的智慧，年轻人在这一场他们绝对不会缺席。蒋万安抢选票，话讲要让少年人伫台北好好啊大，佮爱教生囝，会和少年人徛斗阵。但市长是讲，头一届投票的族群，和市政佮有国家的未来关系上大，伊会用爱佮包容来选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选举，特别到外国内真侪县市拢有查到现金贿选，一票上悬会当买到1万块。伫新北市的瑞丰，有里长候选人涉嫌用高粱酒来甲民众乌洗，互检方提起公诉。另外，警方也有追查到这地下选举角，目前已经抓到41件77个人。台中市警方直接去跋筊集团的犯罪据点，抓到因非法经营跋筊网站。省下了看得出来。在迄间厝内底，有发现主机、小铺、甲现金11万外。警察亲自追查，还佫发现有集团的成员利用选举伫开盘互插赌，以县市长候选人选举结果作为赌博标的。为了避免遭到警方查缉，他们彼此之间还以台语的“查甫查某”作为暗语。根据警方调查，嫌犯透过来以台中市长候选人洪地赌，有底5000个，甚至到2万的拢有，拢总查到5件5个人。也若地下搅拌，全台湾目前已经查到41件77个人。6都市长的候选人嘛拢加做互插赌的目标。高市县市长的部分，都查到39件65个人。另外，检警嘛伫新北市瑞丰发现有里长的候选人涉嫌送礼贿选。行为人在7、8月间对于有投票权的人交付口罩2盒跟1瓶金门高粱酒来进行贿选。在人面册抛出喙笑目笑的相片，这个县区的里长候选人涉嫌送高粱甲喙罨来争取选民的支持，妨以违反投票交付贿选的罪嫌提起公诉。除了送礼买票，另外伫基隆甲宜兰等等的县市，
嘛持续出现有候选人涉嫌用现金来买票，一票为1000块起跳，上济甚至有甲1万块。真侪收钱的民众去互掠着，最好是甲这钱搁吐倒出来。选举进前上尾4天，检警加强查缉的力头，维护这违法的行为，危害选举的公平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宝山乡某一个社区，今早起发生枪案，警方伫咧掠通缉犯的时阵，撞到一台擦拉车，想要甲伊砸落来的时阵，说互这个擦拉车弄现。警方伫现场开22枪，不过这嫌犯有关互伊逃走去，加在现场是无人着伤。新竹警方车辆开伫下巷仔要砸集通缉犯，想要到这边拄到一台红头牵的车，当准备落车拦查的时阵，这台车突然加速冲浪，2名警员落车，随瞄准连台开枪阻止，拢总开22枪，因为最后嫌犯有原是弄开警方的车辆逃走，过程拢互监视器翕到。规个事件发生伫22早起11点外，地点伫宝山乡某社区，部分骑街的铁门加速讲，轰动加害去，民众真惊吓。那警察说下车，不给他挡到去路了，不让他走。那接下来警察就开枪了吧？打了亮，打了大概20枪左右。然后后来那个就从左边车辆直接冲出去啊，然后歹徒车辆4个轮胎都爆掉啊。警方随通知线顶巡逻金网围捕，随后巡线伫2-3公里外的某一间高校附近发现逃走的擦拉车，停伫路边倒火，也毋过歹徒已经走离现场。他一下来他就跑掉了，我以为说他要拿灭火器啊。对，我以为说他在后面有没有要拿那个灭火器有没有？结果他拿那个他的包包一拿着就跑掉了。他车子就没熄火，就在那边冒烟啊。该车能冲撞逃逸现场那后经循线穿梭。在新竹市某国小发现该车停放于路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警方目前已锁定特定对象，将积极逮捕归案。社区现场已经扭起封锁线，警方继续采证清理现场。特当警分局强调，目前已经锁定特定对象，将积极逮捕归案。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抓到一个前科累累的诈欺犯，伊2年前就伫咧中部北部假做警察，伪造这学历甲证书等等互通缉，想要到改名了后，走去高雄继续假做警察，伫网络顶头甲女性开讲交往，落尾讲啥物要投资啦、要讨钱这寡理由，甲对方提钱，这1年来甲8女性骗300多万。警方对楼顶白锁仔降落来嫌犯住的所在破门入去，抓到单性诈欺嫌犯。因为伊伫高雄假做是警察，上网络找女性开讲交往，再搁借口投资等理由，爱女方斗3工出钱，一单外就骗到8个女性，诈欺至少300万，转以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该嫌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女子先行垫付金钱及调集资金，被害女子因深信其警察身份有相当还款能力，因而降低戒心，遭诈骗新台币35万多元。一个受害女性发现唔对了后报警，警方循线找伊抓到单性嫌犯，佮抄出满桌顶的警用参考册，啊，都有警用的棍仔、无线电、甲手盾等等，拢甲真的差不多一模一样。这拢是伊带受害女性返去厝的时阵要加强信任用的。只有到勤务单位、到派出所来服勤的时候，才可能领用这些警用装备。那一旦勤务结束之后，将会将这些警用装备，包含枪、无线电等等，这些都会去缴回去。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将枪械、无线电吸回去家里。警方提起制服的警察编号应该是5个号码，而且会使照编号查到警察的身份。像陈贤的制服，但有4个号码就是假的。事实上，陈贤2年前就伫中北部假做警察过，甚至伪造学历、律师证书去应征法务，互通缉。警方嘛呼吁受害者出面指认，避免阁有其他人受害。记者陈环武、面交管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北韩伫顶礼拜5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引起外界关注。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讲迄公司视察的领导人金正恩呢，要带伊的某囝到现场，伊的查某囝金珠爱也是头一届对外公开。外界拢伫咧要讲，这公开目的将有可能是要做接班人。不过，要有人认为讲，这北韩拢是男性掌权，女性辅助，金珠爱将有可能亲像金宇镇共款做幕僚角色。
美娜姨姨也有红眼，这个顶冠身穿白衫，配红色鞋仔，头毛绑一张，面子啊，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的查某囡仔，伊就是北韩的第一千金。根据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顶礼拜5视察弹道飞弹试射的时阵，带因牵手李雪主甲因查某囝做伙去，这嘛是金正恩因查某囝伫北韩的官方媒体头一届公开。外界推测，这可能是伊差不多10岁第二查某囝金珠爱。那金氏政权的第4代，敢是由女性来接班，是引起大家讨论。 북한에서도 리더가 되자면 성별이 아직까지는 중요하고요. 그러다 보면 뭐 김정은 그 위원장한테 애들 남자애가 없다면 모르겠지만 우리가 알려진 바에 의하면 남자애도 있다고 하고 있거든요. 그런 상황에서 남자애를 제껴두고 여자애를 내보낼 수는 없죠. 对北韩政治文化真了解，托北者认为讲，女性伫咧北韩大部分拢是扮演辅助男性的角色。金正恩的3个囡仔内底已经有后生啊，所以由查某囝来继承的可能性并无悬，较有可能是像金正恩因小妹金宇正同款担任重要的幕僚。不过，甲幼年金正恩因为生了甲因老爸上介成，所以去用选调的情形来比，或者认为讲金正恩因为捌去过西洋国家读过册，有可能会展现较开化的作风。 김정은만 하더라도 남존여비 사상이 굉장히 강한 인물이었는데 김정은은 어렸을 때 4년 반 스위스에서 유학생활을 하면서 서구의 문물에 많이 익숙해져 있고 그가 후계자가 된 다음에는 외부인 리설주를 이제 서양의 정상들처럼 공개 석상에 대동하고 나오고 상당히 남녀 평등적인 그런 모습을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김정은에게 있어서 여성이라는 것이 그의 후계자가 되는 데 있어서 특별한 결격 사유가 되지는 않을 거라고 봅니다. 南韩学者指出，金珠爱若是持续陪因老爸参加重要的活动，代表伊当地替参加国务做准备，有可能加做金正恩指定的接班人。那其他的分析认为讲，平壤当局伫展出军事实力的时阵，超工展现金正恩做老爸好的形象。因的用意是要对外宣告北韩当地准备第4代传承，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稳定政权。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最近伫网络有流传影片，是这罗西亚军人规定死伫咧乌东地区的画面。罗西亚指控乌克兰杀死10多名战俘，犯着战争罪。不过乌克兰强调，一寡战俘是先假做要投降，落尾却雄雄对因开枪。乌克兰是正当防卫。目前即马是一款人讲一款话，联合国也介入调查咯。 野穿的士兵真细致往头前行，扫落来穿5军衫的士兵慢慢来行出来拍伫涂骹。讲乌克兰籍的军人要求5军拍落来束手就绑，那么最后一个5军出现的时阵，突然开枪影片也中断，扫落来都是5军集体倒伫涂骹死亡的画面。 这系列影片是最近伫乌国两个社群媒体流传，乌克兰方面先讲，影片记录乌军英勇夺回俄军侵占的领土，也毋过俄国控诉，这显示乌军处决10多名已经投降的俄军战俘，犯下战争罪。克里姆林宫里也表示会找到主使者，而且要将因依法处理。 也毋过，干那看影片，恐惊真歹厘清真相。纽约时报分析，影片经过剪接，才会当知影事发地点伫乌东顿内刺客一地龙社。也毋过无法度确认俄军死亡的时间点。乌克兰人权专员是反驳，俄军假做投降了后，向乌军开枪，这是犯下战争罪一方。乌军只是防卫，双方的讲法目前无法度证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表示，已经进行调查相关影片。 伫乌克兰南部的查波罗热到底是甚物人攻击核电厂的证据也还未平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拜一再次强调，攻击核电厂的是俄国，伊要求俄军随撤离。 І для цього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ажливо є демілітаризація Запорізької атомної станції. Росія повинна забрати звідти усіх своїх бойовиків і припинити обстріли станції. 泽伦斯基也向北约议会大会发声，希望赶紧促成乌国加入欧盟甲北约。联合国专家小组是伫拍击了后证实，目前扎波罗热核电厂无一只的安全问题。公司新闻徐冠良编译。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顶礼拜落今年头一场雪，这代表讲寒天已经到位。虽然民众表示唔惊寒天，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日有警告，伫能源和基础设施一半以上，拢去互罗西亚军队迫害情形之下，这个寒天对于乌克兰来讲，这是生存之战。
同款面对着能源危机的一个德国，德国的经济部长拜一表示，目前电网是稳定，不过也是有停电的可能。建筑物甲街路拢是说，防空警报声音当中，乌克兰首都基辅顶礼拜落冬天第一场雪，这也表示伫欠水欠电、无烧气的情形之下，冬天的考验才都要开始。 虽然基辅居民笑笑讲袂烦恼，不过要度过这冬天并不简单。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俄军破坏乌克兰一半能源甲基础设施，数百万人为求保暖会被迫离开家园。这冬天会是乌克兰人的生存之战。This winter will be about survival. WHO has so far verified 703 attacks on health since the war began 9 months ago. WHO 佮表示，俄军攻击病院者工会设施，不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也互俄国民众除了寒，还要面对新冠病毒肺炎流感者风险。在基辅市郊这村头居民想办法甲冬天奋战，因利用柴烤烧火蜡烧这吸燃方式取暖。英国有名画饼艺术家班克斯也用饼画作品为当地民众送暖。在一栋被炸害的公寓站壁顶悬，有一个查甫人伫浴缸内底录下照片。 Розчинною кавою, да. Ми піднялися до мене в квартиру. Я запросила, тому що вони хотіли подивитися на наш побут, як ми. 当地居民表示，饼画不止让人感觉温暖，也感觉洗掉所有俄军带来垃圾。在班克斯的鼓励之下，因会继续奋战。俄乌战争带来能源危机，也让欧洲真紧张。德国经济部长哈伯克亦承认，德国目前电网稳定，不过世俗燃料，无排除未来有停电可能，将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断电。联邦民防甲灾难单位表示，未来几个月，特别是明年初，德国可能出现恢复性、暂时性电力断气，各地方政府甲民众要做好准备。公司新闻齐焕明编译。 美国的感恩节特别到位，总统拜登按照传统的礼数，伫白宫下边2只飞机。不过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今年飞机嘛变贵，机票也起价，民众要过节开钱，恐惊着跋倒吃拍手咯。 And now, based on their temperament and commitment to being productive members of society, I hereby pardon. Yes. I hereby pardon chocolate and chip.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下命之下，2架体重分别21公斤的飞机巧克力甲薯片，从此就管理人的程度。甲往年得到特赦飞机同款，顶礼拜六，因坐飞机为北卡飞来，搁住伫华盛顿威拉德洲际酒店，仪式了后，将伫北卡州立大学度过一生。当年感恩节飞机是倒顶的料理之一，不过伫通货膨胀冲击，生活成本一直起，今年美国民众过节比过去开销搁较大。Last year, the baby turkeys were about $4.25. This year, the baby turkeys cost us $8.50 each. A lot of people hear the price, and even though they're customers for many years, they say, I can't pay that. 机票也是带伫加州的达利返乡过节，为了省钱，提前伫2日出发，因为这个时阵的票价较俗。But because the cost of everything's up, also we had the credit card points to get the flights. Yeah, the economy is a little concerning. 美国科学上航空公司协会统计，今年10月到2019年同期比机师严重欠76%，使得美国机场的航运服务减少也是流失。另外，燃料成本增加，加坐飞机返乡需求变大，拢进一步反映伫票价上。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一份报告，过去这1年来，机票计销起25%，甚至超过通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今仔日举行会谈，这是自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台海局势变歹，中国各方面切断对美国军事沟通管道以来，头一届双方的军事高层有对谈。有学者分析讲，这美国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会面，是针对双方预防冲突的管理机制，唔是真正要来和好。若讲到美国和印尼的国防部长亦有会面，印尼的国防部长普拉博霍表示，甲美国买 F-15战机计划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亚洲，自伊伫雅加达甲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见面，要强化两国军事合作互通。印方宣布，美国 F-15战机计划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就等政府决定。The acquisition of the F-15 certainly increases interoperability. It enables our ability to share information. We consider China to be a friendly nation to Indonesia. 奥斯汀阁讲到，美印会举行国家级联合演习，了后伊阁去甘普济参加东南亚国协防长扩大会议，以及甲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相片会谈，时间90分钟。会后，我国大厦发布新闻，奥斯汀会中表达强烈对印太威胁的烦恼。不过，美国有关伊伫国际法运动之下进行飞行甲航行，也讲到台湾议题，美方重申反对大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呼吁中国唔通对台湾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国表示，台湾是第一条红线。你在没有正式宣布恢复这个就是美中两个等级的正式的官式的对话之前，对美中两强来讲，这个应该说是作为冲突预防的一个危机管理的机制而已，还很难说是那个解冻。学者分析，魏凤和明年就要承认这摆会面政治意义比实际意义较大。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了后，中国把宣布中等甲美国伫经济领域对话。不过，根据美国消息，这期间几个月了后，会阁重新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10月就业人数是1141万人，比顶个月增加13000多人。10月失业人数是43万1000人，也比顶个月减少2000人。这失业率已经是连续2个月拢伫咧降，也因为欠工人，再加上通货膨胀，今年国内劳工平均的年薪来到67.7万，是这7年来新高，比去年成长3.1%。将在地13水果放伫大饼内底，搁调整甜度，要互民众食更较健康。这一个创新的果饼，全部来自台湾业者的卡手。伫国内疫情转好，观光旅游消费转来，要去也对咧提悬。需要开放8号期就很多观光客进来了，包括新加坡东南亚，然后买了很多伴手礼，也接到很多国外的一些订单，也慢慢有进来了。就伫来说产业慢慢回升的时阵，主计总处公布10月就业人数1141万人，比顶个月增加13000人。10月失业人数43万1000人，也比顶个月减少2000人。失业率是3.64%，已经连续2个月下降。以往的话，10、11、12的话，如果在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况下，一般失业率是会降的。对，所以近5年失业率的累计，大概11、12月会累计降0.09到0.19个百分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从一个输入型的通膨变成一个自带型的通膨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好矽谷也好，跟台湾也好，我想失业率在电子产业的部分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流失，这些高科技产品可能它的这个使用购买的这个就会往后延。希望国门尽快的开放以后，让观光产业可以带动上来，失业率的问题就会减缓下来。上班族上关心就是年尾奖金到底赢了偌济？人力银行公布今年企业调查结果，企业有期平均发1.33个月，创9年新高。在欠工价、通膨这的相同因素之下，今年国内劳工平均年薪67.7万，创7年新高，比去年成长3.1%。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18日大地震损断花莲台东的铁路，这局里到护理目前还阁是停驶。资本讲要等到旧历过年进前才当修理好势，尾也是赶工改变工法。交通部宣布会当伫咧今年14月28进前咧来全线通车，元旦3天连假就当加入运输咯。对台铁所提供的缩时摄影，会当看到受到918地动所为的新秀高乱溪桥的桥面，工程人员因利用油压加土管环线，互伊回到原位，安尼通互通车时间提早到年底。新秀姑兰溪桥有15跨的桥面位移包括整个动力站2个月台的雨棚那这个受损的部分那部长指示下，就是在安全无虞的状况。渴望在12月28号呢。
台铁原本是估计大概到明年正月18才有法度通车，不过经过工程人员每日一直咧抢修，即卖已经提早20天完成，并且要伫11月30恢复台北到台东12月28以后的列车订票。元旦假期嘛，要伫12月初2开放订票。如果能够赶快通车最好，因为现在从北部回到台东真的太久了。提早通车，我们都乐观其成。尤其这段时间，玉里到富里这一段是用接驳的，所以也影响到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哈。台铁强调讲，这个工程伫初期时阵拄着地动，还佫有大雨，经过工程团队因伫咧研究改进的方法，才互这个新首高轮溪桥的第15坎伫19来完成落座。12月这个桥梁就当恢复原本设计的强度。通车初期以时速60公里做限制，并且会刷力来个监测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给保护法5月开始施行，甲家属移工强制列入去投保对象。劳动部表示，8月已经寄超过15万件的纳款单予雇主，也要提醒头家，就要照时间纳钱，若准无纳慢一天，就要加纳0.2%。台湾因为高龄化非常瓦靠家属移工的帮忙，因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已经伫5月上路，将家属移工也纳入强制投保对象。若讲以基本工资25250块，费率0.17%计算，逐个月保费大约是43块。考虑雇主需要伫逐个月2月、5月、8月甲11月每一季纳一摆就业安定费，所以保费合并伫这4个月缴纳。延续劳保之前的一个加保一个对象就是不分本国外国籍的这个劳工的部分，都是如果是强制加保这个对象，都要依照规定来加保。劳动部强调，8月已经寄出超过15万件的缴款单，予雇主提醒雇主按时缴纳，过期无纳需要加纳滞纳金，以每日家庭0.2%计算，上悬上限是20%。目前政府它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去决定关于职灾纳入保险的明细或职灾的类别，跟工厂的移工有所区别，能够替双方在双赢的状态下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对家属移工强制纳保，中介业者认为实务上确实有必要性，因为对雇主甲移工是双重保障，加上费用少，雇主接受多悬。不过伫职灾认定的基准上，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希望政府订定更较明确的明细规定，方便移工甲雇主遵守。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的新景点鹿港溪豪华公园，因为土地小，无规划公共便所，引起民众埋怨。不过最近有民间团体捐钱起便所，地点选起伫咧公园内面的景点弯月桥后壁，民众也讲翕相落去翕到便所，看起来是足歹。彰化鹿港溪豪华公园有一座弯月桥，小桥流水的古典景色是欧美上爱翕相拍卡的地点。不过最近河边新增一间公共便所，黄、青、白三色的壁面，煞互民众质疑真奇怪，甲环境完全袂合。就是这个颜色跟它布搭搭，就是没有古典美啊。这应该要有厕所，但它可以再做古典一点。哦，做古典一点。鹿港的特色没有出来。是啊，游山变游水啊，你有桥一定加减有一寡，讲来讲吼，迄个咱的厝去障碍，伊个查着一定加减的拢会啦。鹿港溪豪华公园是彰化县府为2018年启动的鹿港溪再现工程，投入5亿块美化所打造，去年底落成。但是1.5公里长的水岸煞无规划公共便所，增加民众抱怨真无方便。民间的社团捐建160万块起这间公共便所，但是地点是真碍叫。彰化县水资处是表示，公共便所还未启用，已经向建筑师反映来做通盘的考量。民众反映的这个外观上的部分哈，我们有把这样的讯息再提供给扶轮社这边，那扶轮社他们会再跟他们的建筑师再做一个讨论，再做考量。要游客烦恼，公共便所的污水会直接排入去鹿港溪，造成臭味。县府是澄清，拢有做好污水的管线，民众行伫咧清水休闲的步道顶悬，并袂闻到怪味。记者综合报道。若准无便利超商、无菜市啊，生活是真无方便。不过，即寡店伫台南的龙价区是拢无的。最近区公所也要利用这旧市场来招商，希望有店家愿意来遮开店。
今日起强要10年无营业的农家线卖市场，敢若鬼拍火光哩，毋过也无人伫遐，真侪单拢无出来排。过去这个所在是当地唯一的菜市仔，自从10年前废掉了后，当地民众要买菜爱去附近的乡镇，买生活用品就爱去柑仔店。这样才会发展啦。发展，你买物件嘛较方便。对啊对啊。你感觉有迄礼拜咁好？我看是亏袂少。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希望有饮食的部分能进来。那当然，超商也是很希望。有时候我们如果临时需要一些急需的东西，柑仔店关的时候却找不到，所以也是当然希望超商能够进驻是最好的。过去才有企业进驻，弄了钱经袂落去。不过农家区公所最近按算定一个旧公有线卖市场、便利店进驻的计划，要利用这个空间，希望会使招便利店来开店。地点我们是选在我们在虎形山的入口处哦。那我们以前的废弃的那市场，在龙崎的话是属于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当地又有公车站，又有农会的左段管。那我们希望哦，超商能够考量当地来提供民众方便的购物环境。两家说户口的人大约3600人，是台南人口上少的行政区。不过最近空山节、甲牛埔自然生态园区等所在，休假日时常吸引侪游客。当地希望有便利店来进驻，业者是搁咧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社会局今年委托经生少年关怀协会经营10支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今仔日开幕啊！除了甲规个空间翻新以外，也展示少年家的作品，鼓励因就爱培养第2专长。伫台顶唱出美丽歌声，今年18岁李博文为国中的时阵，就来10支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伫遮有食，阁有掠，会当算佚佗物仔，嘛有社工陪伴开讲。其实我蛮爱洗手的，对我很爱这里，这边我已经做这边的第几组了。10支少年中心专门关心弱势青少年，今年换予经生少年关怀协会经营。协会特别将规个空间翻新，甲少年家做伙油漆，搁甲办公室刷去边啊，大厅留予少年家学习休困使用。常态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学习区的概念。就是在这个现场有很多孩子可以学的项目，找他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主题，像是音乐啊，像刚刚的唱歌、音乐、戏剧、绘画、舞蹈，或是静心等等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一些情绪跟想法。社工请老师带少年家做地课、唱咖啡、参民工作唱歌，让少年家伫遮发展多元的兴趣甲专长，伫过程中体验生活。记者林书谢桂林新北报道。伫家己德家的鹿板客家文化创意园区，主要是保存德家鹿板客家聚落文化。为着要让这个园区的空间会当符合在地时代中小需求，德家乡公所也甲园区内面2栋仓库改建，变作是多功能的服务中心。佮再配合病院要来推动的日照中心，整合附近乡镇的医疗资源。乡公所伫新湾港的服务中心头前来写图，这边原本是德家鹿板客家文化创意园区爬行的仓库，经过10-20天的整修，未来会整做日间长照中心。都很好，空气又好，光线又好，空间又大，很方便啊。怎么说？我就说我以后就会来了。德家乡公所指出，客家文化创意园区挖伫咧德家乡的中心，即马甲服务中心起来，实大日时有所在通去，嘛会当甲医疗资源搁扣入来内抓。环桥人民病院也来甲咱斗辅导、斗管理。我相信，这伫阮德家乡吼，对这长者来讲是非常好的日常的生活。说有一些长辈他会对一些疾病，他会想要知道。那我们的话会有做这一项的服务，让我们的医生走入了这个日照中心，不用让长辈说再去说还要到医院去问，不用。德家乡65岁，实大要挖7600人，占德家乡的人口22%。实大要找病院，拢会拄到交通的问题。新的服务中心启用，唔通在偏乡增加长照据点，嘛甲营地的空间转做照顾乡民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登到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头一阶段头一届的测试飞行，伫台湾时间2日下晡2点过时阵，由这6号千号太空船进行这届的月球之旅，而且会进入到这月球轨道，吸这月球的画面回来。
台湾时间16下晡，由头一届执行任务的太空发射系统，甲6号星号太空船送去太空射地球，而且伫台湾16半暝用自翕的方式，甲地球做伙翕相了后，6号星号就偷偷脱离地球，飞向月球。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计划，6号星号进入月球轨道了后，会射月球杯，而且执行翕月球表面影像的任务。就伫太空船搁一届甲火箭的引擎点火到，我入去月球的轨道进前，6号星号用本身的摄影镜头，即届甲月球、地球还有太空船本身，拢翕伫同一张相片内底。Here you are looking at a live view of the Orion spacecraft from the solar array wing, with the moon in the distance of the screen, the Earth in the distant frame of the screen, and the moon up close. Again, we are now less than 2,000 miles away from the moon, but over 200,000 miles away from planet Earth. 6号星号伫射月球杯的时阵，离月球表面上介近的距离，敢若有130公里左右。所以伫射月球杯的过程当中，6号星号无法度做现场的直播，是完成射月球飞行了后，才甲影像整理了后传回来地球。NASA 表示，6号星号按算伫12月初5会飞过阿波罗17号，伫1972年登陆月球的地点，到时嘛会录影片。规个任务的飞行会伫台湾的时间12月12，翻点过差不多2点外的时阵结束。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伫咧巴干半岛顶头有一种动物叫做大山鸟，因为违法拍拉，害因强要来断种，目前存无到40只。阿尔巴尼亚学者也继续伫咧当地监测，甚至无排除对其他的所在引进大山鸟来协助复育。保育专家最近赛车来到阿尔巴尼亚东南部这个国家公园，伫树林之间装置自动摄影机，希望可翕到俗称大山鸟的下离形状。Exactisisht një vit më parë kemi fotografuar për herë të parë rriqebullin e Ballkanit në Parkun Kombëtar të Prespos dhe shpresoj ta rifotografojmë me këtë kamerë sërish edhe pse jo, mbase kemi fat, fotografojmë edhe një individ të ri. 巴尔干架里是体型大只的鸟科动物，咖啡色的毛有深色斑点，三角形的耳孔顶有一撮乌色翘起来的毛，像发夹同款，外形真特殊。主要分布伫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甲北马其顿，也不过因为林业开发造成脱色地消失，加上违法偷猎严重，当地人叫做巴尔干之虎的下里数量存无到40只，其中阿尔巴尼亚数量阁还是为1980年代的200多只，到今嘛只存个位数。 Në Shqipëri, Kosovë dhe Maqedoni, sipas studimeve të fundit, popullata e Republikës Ballkanit mendon të jetë më pak se 40 individ, ndërsa në Shqipëri popullata e Republikës më pak se 10 individ. 阿尔巴尼亚在2014年就禁止偷拉下梨，那方抓到违法偷拉动物进行交易相关，会当处7年徒刑。不过，伫过去14年，平均当年拢有1只下梨被拉杀。最近的一摆发生伫2020年，动物团体发现伊的毛皮，就伫当地一间酒吧展示，受气对酒吧提告，不过最后因为欠证据，被驳回。动物团体唔死心，登向检方申诉，希望中期调查。数量哪少的巴尔干下梨变甲真高入，伊团多样性也减少，对因的健康甲环境真不利。动物团体无排除引进其他地区的下梨来协助保育甲传生，避免这种特别的动物走向灭绝。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